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炒料的呢，虽然一个后生，无论用人家黑米神版，黑演员吴真天、文扬真天。哎，我头头人讲哦，我迄因为二访问，一般咩过起门吼，因为我认识政治过久的嘛，不过第一摆访问嘞。第一摆访问，我就做戏咩无真实有合作，无。只有在同一出戏底部嘅演员，不过完全无对戏过。错，咩无去讲人节目，也正经迄第一摆。嘿，正经迄第一摆，我用迄咩因为第一摆访问真题，我去 Google 一下因年龄啊。5330岁啊，我学到呢。想讲，也人做去做研究，竟然5330岁呢。我30岁啦，盲眼就。10岁就开始做戏嘅。10岁、9岁开始拍。哇！10岁，不说系咪3百？冇。而且你真的是9岁开始，几乎当年路有做，唔但抢一出戏。错，我吃到这个很算幸运啦，就是很幸运，就是尤其啲同行还有同到很啲好高读书嘅时节啦，很多我同行喺读剧校，还有住学校，很做得出来破戏，我也回想起来，没算很幸运啦。我今日难得的机会，都可以嘉伦整体带来一道伊的小物哈，当然也系俺哋咧节目嘅惯例，好我来认识整体，因为大家如系对戏剧特别看重，其实也冇太多接触嗰种专访，冇按到，系大家认识如系睇唔嘅戏剧当中，错，如系有角色咧，错，加时下嘅整体系用嚟咧，吼，俺哋对一道伊带来嘅小物来认识伊。现场处理带不俺的提风，整体带来，这完全遮不住嘛？对，完全遮不住啊！哈，一个崭露头角的东西，一个系系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诶，吴吞阿权威，好，综艺情况下用乜嘅一个儿童节目得奖嘅，错，唔通我去拿一个。那个题目伊唔单唱得过也个哦，其实伊是5岁录得多诶，男主角奖，哇，是5岁呢，不过对我来讲，我很较想爱分享一个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是因为也是客家天师嘅节目，因为对我来讲，我从一开始做嚟拍戏，是因为我。啲客家天师拍路边花，嗰个就3點拍動到客家天師台嘅戲，到後面我去撇個天師台去學落花嚟做戲，用花語嚟做戲，就係一同我做過動到戲，呢邊個動到擺嘅金鐘獎和得獎，唔過我千想愛啲台檔做啲老太家嚟感謝我嘅母語，感謝客家，感謝客家天師台。故所对我来讲，做得奖嘅奖比当空有下定客家，对我来讲有同特别嘅意义。唔讲得奖，起码嘅感觉啊，因为大部分人都会冇想到，自家会得奖。人家他嘅觉得得奖嘅几率很有高还低？那个时候冇上岸到，当然係希望會得獎，不過嘅時節抵到呢邊嘅時節較震撼，因為我冇想過自家會去主持節目，韓國去主持兒童節目，因為我唔係算係千會講話嘅人，故所我拿權妹嘅時節抵到我合作嘅時節，我就想講，我會做戲，佢會講話，佢會吐聲音嘅，嘅我就出來有一點像是角色扮演，他就像是一個。温柔的女老師，我就像是孩子王一個班長的這個概念。那我吃到按你看節目會較神奇，那可能太敢沒輕中意要種嘅風色這樣的搭配。對，結果冇想我得獎嘅。韓國我真認真台當講客話嘅。懂好。錯過，我感覺會。用客家嘅一個名義去入圍去得獎，大家應該就是希望說，我睇台當我嚟講客，有家地非係非常公用嘅事情。係啊，咁而家哈第8、9歲做路邊法，希望嘅感覺。
旧世做戏的时间。旧世我对所有嘅事情都完全冇了解。我抢伫我爱做戏有剧本，我爱走定基本爱铺嘅场次去表现。我應該愛笑，我應該愛叫，我應該愛歡喜，我應該愛做乜嘅，我就走定，嗰條適當方式嘅去做。其實嗰種是真經無上岸都咩唔曉得愛想乜嘅，就走定嗰條東西去學，然後有咁多嘅對手啊，還有導演啊、工作人員，他們都會，我覺得他們會用他們的方式去幫助我。但我到底那些細節是什麼？我可能唔記得咧。不過我想，歡喜嘅嚇，係歡喜嘅。鼓手怎會沙定繼續安尼？你嘅第一擺經驗係好嘅。韓國嗰種是唔但像撲起我哋路邊發都係啲像大溪啊、新埔啊，我係龍潭嘅。那離我家其實不遠。不過泰嘎都黑都該片，大家就是有租一個地方，大家住一起。跟我沒人講沒講，我想去老泰嘎窮下，故說我就冇賺不卡，我就老泰嘎窮下，然後一起出班啊，一起睡覺啊，整天都待在一起，窮下成分，我知道懂貼片，韓國我還記得，剛剛還有共同嘅該宣傳嘅時間，我還記得。06年播出嘛，那時候我們在台北車站前面，還記得啲對面嘅星光三月嗰片，然後我們一群演員，然後跟很多工作人員、客台的人，我們會在那邊發傳單，然後跟大家宣傳。剛剛是你先說那樣，對於我來講太好玩了，因為面對很多陌生人，然後你要講話，然後。扁筍都會高樓大廈，對頭就係台北火車站。你阿喺外啲龍潭看唔到嘅用誒，就是那些高樓大廈是，我那時候還覺得龍潭很鄉下，然後來台北已經開始有捷運了。東神區。嗰度貼喺啲飛嘅，大部分舊時人唔會讀到安尼嘅情形。錯啊！好，剛剛咧過來看天一方整體帶來嘅小物係乜嘅？好。也嘅都係唔頭都講到嘅，從細就有參加一個行業嘅公演。你係咪還有乜嘅對相聲開始嘅？係咪？相聲沒有，嗰時節過少嘅時間，我記得而家喺路卡有講下萬歲。啲路卡其實較少。因為我知道一下嘅阿爸阿媽行嘅後生人，有啲屋卡講定就會變做講國語，然後我們就順着，然後就繼續講下去了。對，唔過啲學校我真經係大雜下課，學校都會廣播，等等，一年2班吳鎮迪同學請到校長室。唔過我唔係做埋廢事情，不過該種事我大雜下課就會去老告狀，講下來對那個詞啊，講相聲啊，然後再到訓導處。訓導處是因為我們課語老師在訓導處，然後在那邊背演講稿啊。我記得也係我第一擺，咩係唯一一擺去參加全國嘅演講比賽，所以那時候我經過了很多的比賽。我還記得嗰時間我就有寫3個演講嘅題目，一個係龍應田。還有我嘅阿爸，還有劉同華，3個題目。然後三個題目就喺大擺比賽之前就會出。嗰時節我親無信心嘅就係劉同華，唔過我每一隻比賽都係出到劉同華，真嘅每擺4擺嘛，4擺。古天有嘅就係朗讀嘅歌誒。從配起來給演講演講嘅，然後就3個題目，每個人都是3個題目，然後你在上台前抽，然後就上台。對，我配上咩？唔咩要過嘅。冇，我配起來。唔知，真講啊，係咪因為形容嘅姚同華嗰度詞係個難講嘅？因為姚同華係親密嘅配嘅，故所親唔熟。親密。我記得喺比賽前可能1個月，張下後張開始配。鼓手對我來講，起冇信心，因為那是最陌生、最不熟的
毋过大摆都出倒去，结果大摆表现都没懂好，故说来。那个感觉很特别，就是我又害怕，可是他好像都带给我好运。对。就迄因为咩唔平用的吼，每本人偷渡去吼，也个客家嘅行业嘅公演啊，也就变多讲为铺路办法的时间，因为伊已经有也个能力的。错。嗰时候咱有也个资源有去参，加下迄嘛个迄 audition 哈。那龙潭贵是有个欣赏，给人来讲。是有试镜吗？对对对。他说你那么会讲客家话，那拍戏的机会你有没有兴趣？那就跟我后啊，他说因为他在客台有看到广告，鼓手周老娘没讲去报名，然后我们就报名了，然后就又来台北，第一拜来台北。又是高楼大厦，我记得在不知道17楼还是20几层楼那个公司里面，俺一批坐个天台的时间，俺就想讲哦，坐好久哦，因为10几20楼，我们在龙潭没有这种高楼大厦。那时候进去，然后哇，动人，超过100個。咁後來有問到講做馬會當初嘅偷渡有問過冇？冇誒，我冇問過誒。很好奇吼，對八哥啥？迄看到嘛個特質，表示甲他偷嘅人咧，迄厲害哦吼，有啲講這個可以哦吼，可能。真係唔知該用是迄。因為可能後尾愈確實人行喺叫種表現到規劃，表示講甲他愈嘅偷嘅可能偷簷啊、選角以內，有看到嘛個特質，吼對暗示愈看得到。韓國基本嘅。起碼你撲嘅時間合法係冇問題嘅，就係對我來講，就係對劇組來說，我少一個困擾，就差很多然後你可能本來就有一點表演的基礎，不管是話劇啊、演講啊。個奇妙，咁等下我哋聊一下個繼續談整體講嘅故事，這下茶。乜嘅時代係下心嘅。手寫信不？手寫信，然後還會故意在角落滴一滴水，假裝淚水，不管我就是各種方式，然後在學校門口有那個投信的就寄回家。誰來做客？歡迎來了，今日來撮了的係演員吳政鐵。哥哥呢，政鐵講到伊對萬歲吼國小的時節參加過多行業嘅公演啊，吼，也就比賽啊，合法都有練到，啊，後來都9歲開始學戲，學嘅客家天師嘅魯本法，古阿米，吼，一個角色就係很深植人心。當然一開始從小真欣賞，吼，一下一個角色就已經大家已經印象過深嘅，不過奇妙哦。客家嘅緣分路唔單止舞團，唔太好透過迄客家戲風呢哦。儂安提片哦，儂我想講太好去套戲劇學人。其實就係唔係太好嘅，各種就去套嘅。嚟龍潭貴州畢業，就去套各種譜。係對各種譜開始。古時候嚟啲戲劇學院套10年。咁儂我想去套嘅喏。其實嗰陣時冇上岸到，因為開始學戲嘅。古時候啊，媽媽嘅朋友佢就講：唔啲台北有一個學校專門學表演，韓國佢有新嘅戲呢，好多客家戲。古時候對我來講，當封片啊，佢應該當適合戲幾片，我就戲嘅，我就報名喺度獨招嘛，我就報名去考試，就考到嘅。唔過也哇，也有動態一段故事來講，因為嗰種是我老係想嘅完全冇共用。第八年代第八度學嘅表演係戲劇，原來戲劇老戲劇係完全冇共用嘅東西。我愛學武功，我第八要做很多練功啊，然後要拉筋啊等等，非常嘅艱苦。非常非常會覺得，甚至到痛苦，會覺得哇，這個我這跟我想象的表演完全冇共用。都能也批喊係辛苦的啦，欣賞同學啊，對我嚟講然後那個時候就還有學長學弟制，鼓手學長看起來也都很兇啊，但是我見老牙沒講我轉學，乜個時代我係下心嘅。手寫信不？手寫信，然後還會故意在角落滴一滴水，假裝淚水，不管我就是各種方式，然後
在学校门口有那个投信的，就寄回家。然后爸爸只跟我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坚持一下，过了就算了。跟我一直冇辦法接受到我想象到我有100同學嘅機會，就會各種我靠高中嘅時間，我有一個基本學歷測驗基測，那我就咩我出去了，撇個好高嘅強用，就會去我要考試。跟種時我就有一個對我輩來講動態嘅標準，那個標準就是PR 值要多少，跟我就想講，如果我沒考到那個，我可以不用賠空費的轉學。因為學校強迫你離開，因為你成績太差了。那對我來說，那是一個我唯一沒有人能夠阻止我離開的方式。我去考試嘅時間，一個題目都冇關，我就凊彩一下，就是什麼A B C 就隨便寫。結果我考到全班第2高。嗰種時我就一種了解就。好像就是要我留下來，就會我會很愛留下來，跟愛唱音樂誒。但是這過程很有趣，就因為留下來，到高中繼續到大學，過程其實從你一開始的很不願意、很排斥，到慢慢的可以接受，到對戲曲的表演有一點興趣，有一點喜歡，到我們最後的畢業演出請向書的舞台當過。哇！我相信佢按當年嘅訓練，對一定有其他嘅影響。動態，深遠嘅。哎呀，而且嗰種訓練都係很有紀律嘅。嗰種我感覺講唔同，當然假是比較唔同其他，唔係偷按嘅可能後生嘅比起來可能。英國也會較有紀律吼，對嗰度規則係咪也接受圖嗰個？我知道還係有差。韓國我處理啲學校，不止我們要住校，然後有那些學長學弟制之類的。那我離開學校啲我輩做些咩係撲戲咩係一個團體生活，然後都是我的前輩，我也是就是乖乖的，然後照着應該做的事去做。就係咪英國也可以講適應力夠強，你們的適應力可能也會。可能都演都按啊，以前沒按哭啊，可能按你比起來都還好。錯。啊，我哋個前面唱一個正題帶小物，我有人帶精油臀護唇膏，這個對你的重要性那麼大哦。我隨身要攜帶，我只要一天沒有帶出門，我就會覺得渾身不對勁。我唔知係因為乜嘅原因，因為精油其實對我來講，我從頭我是鼻子過敏很嚴重的人，故說我從頭會抹一點精油，然後聞一點微微涼涼的，然後讓我的鼻子可能稍微舒緩一點。其實冇按太嘅蹦出啦，不過就好像心裡有一些幫助。然後很黑泡氣嘅時間，會稍微弄一點精油，讓我覺得會可以讓我更專注，就是在呼吸上面。只要更專注，我才能夠更讓腦袋清晰，去想事情。假使人講錢包、鑰匙、手機二帶，都還有壓量紅。超。還有那個一個係佢貼係咧胸片，也係拍立得。就係愛人愛茶嘅胸片。也係唔記茶誒。也茶嘅對我來講，動貼片係其實也台茶嘅係2010年。我爸爸買嘅茶嘅，不過嗰陣時係用我得獎，嗰時得男主角獎嘅錢嘅獎金。17年前。17年前，2010。唔通15歲嘅時間，對獎嘅獎金，10萬嘛，扣完稅，然後變9萬，就係也台茶嘅頭期款。然後嗰位我18歲開始啲讀大學，行喺啲我要撲去，都去7家4也台茶，都也下19年或15年嘅，佢行喺皮店藝，基本面喺佢皮店藝來也。行起來好像蠻厲害哦，15歲就是自己買車了，還沒開始開啦，18歲那個是死嘅啦。哇，對你真係有特別的意義誒。一台茶嘅是19年，就當場老愛向下睇嘅好朋友。
实有上次跑去曙光的时节，去甲伊撒视察的转过卡，如后面会留去讲法的，就会分享。那很起劳保，没个劳保，保是宝贝的宝，就一个宝贝，然后对，他是有年纪了嘛。唔会提供法。因为个人做戏其实会有嗰种人物嘛，讲下戏那个有角色抽离嗰种人物，所以那个也是你的一个过程。古时候大摆去跑去动中医去甲一撒视察的去现场，去甲一撒视察的个路方。可能曙光过，迄种做的有七家个时间，然后七家对发，老差的对发，就像迄老七家对发啦。就是不管他有没有回应，但我就是想要说出来，或者是惋惜啊，今天那个什么是不是好像没有表现好，或者是今天那个我觉得我做的很好了，之类的。嗰种有一个就係一啲朋友嘅感覺，就會可以講發給朋友。剛才搭擺槍時的丑插暈吼。我係因自言自語怕同事呢認為因傻哦。會講。也係幾好方法嘅。韓國充有個小物，我哋整體樹紅帶嘅一個豬，係咪對你有特別的意義？也係我一個好朋友本來嘅，佢第一條3條路係，3條路係，度後3年，今年，然後6年前，然後去年。其實第一擺佢送係。佢從頭看來就係跑去種辛苦啊，佢又唔知做得蹦出來嘛嘅。可鼓手佢就想講，他在網絡上看到那個大甲鎮瀾宮，他們有做那種手鏈，它就是有包括身體空間啊，含係絲葉筍絲啊，佢就買一條送來，送來嗰個聽一年。佢看來當然都有來點，所以聽一年又送來一個，今年佢又送來一個。按多做戲做嘅按多年，我20年了呢。超。哇，中間會有熱情消退的時候嗎？我覺得對表演這件事，以前冇乜嘅熱情消退，唔過我有七家對七家懂辛苦，然後又會對自己有一些質疑的時候，就是當自己一陣子沒有工作的時候，你會多少會對自己有一些質疑，就是是表現不夠好嗎？還是我平常做人不夠好？就是人緣沒那麼好，還是怎麼樣？不然怎麼會休息那麼久？怎麼會有一搭沒一搭的？然後好像沒有很順利，但每年又好像有作品，又好像很順利。可是他就是處在一個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那個階段，就是你要麼很差，我就是逼着我放棄的那一種；要麼就是讓你很順利，就是你可以一直做。但他就是處在一個中間階段，你常常會本七家、輕本七家，順來愛繼續做，還係做也係錯嘅，還係唔錯嘅，唔對。很矛盾，都係你不完全自己肯定自己就好，因為人哋做戲都會本人看咧，唔當有可能完全唔答騙人用嚟看。係我看騙人食飯，因為都係騙人嘅情去做些。古時都愛經過安尼嘅立場。咁下一趟咧，整體其實以萬世係有一個興趣。喺我哋唔前講到嘅，我哋等下呢，都繼續來講一個有關整體嘅故事。像我剛剛講特殊嘅時間，可能出去跑去，不過我還係愛想辦法，然後學校嘅學業，就是起碼你要做到這些我可以做到的事，這樣唔會本人講法。我们填死案后，就来运动一下吧，跑一下，走。
我从小伫龙潭，大家一直都爱过小毕业，离开龙潭到台北到亚下，我上次要转来就买个也算是龙潭新泰嘅公园，就是龙潭运动公园，它现在也做很多整修。我看它现在跟以前变到同无共用。啊，我记得我小嘅时节，上次为了我哥哥来运动公园跑步，会来这边运动。该用是很忙游，也个篮球场。呀，大家看到这里看到呀，蓝色嘅，就是那个操场中间。其实头摆唔系上过安尼，头摆可能时间久会较 Q 的，古时候也还有做过整修，完全无共用。龙潭对我来说的重要性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就是我的家乡嘛。那我从小在这边长大，那我在这边长大，在这边读书，我整个国小都是在这边一个超过100年的学校——龙潭国小，还第2位脱属。鸦片就很爱小个时节，过小个时节，当礼拜都会来个地方。其实这一片草地是一个槌球场，但我们那时候小个时节，当到过小个同学啊、朋友啊，就会想讲，鸦味离爱dev较近，所以我们每个礼拜6日都会来这边集合。那没有一个真的在市区一个合适的棒球场。所以我们就来霸占这个槌球场。从一开始的，我们每个人准备手套、准备球。一口一4的时节，我们还没有准备垒包，所以人又少。我们在准备打击或者是投手球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带一个纸板，或者是自己用手套当做垒包，轮流。就要打击的人，他就会自动拿手套放这边，让裁判可以看清楚好球带的位置，然后就暂停，然后就这样。那记得该勇士，因为我们人不多，所以我们每一场都会上场，然后就轮流。记得泰嘎青熊会周给就黑投手，那有时候会比赛嘛，所以大家很想要当投手，先发投手，或者是旁边就是中继后援投手在准备的区域，真的就跟球赛是一模一样的。那时候，对于我来讲啊，就是我打击比较不擅长，那我很喜欢投球。所以我很喜欢，也很想要当投手这件事。那个时候，年纪小嘛，所以大家就是很努力在吹球速。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常打的红线，就是有缝线的球。其实有一个人抢秒，不过我唔记得黑马啥的。然后肚后请到一粒，就会感觉 CS 也看到那种稍微有一点弹性，然后没有缝线的球，那时候就是不断的在练习，跟缝线握曲球好像转换，就是它那个变化好像跟有缝线的这种球好像有点不一样，就不断的在练习滑球，好多回忆哦。接来做客万人来了，今日来炒料的是演员整体，头整体带大家去到万西时常出没的所在，错无？俺弟呢，竟然是曾经想当棒球选手的，系咪？因为这个时节去懂好看棒球比赛，然后为了同学向他打球的，有时候就想讲，未来要做嘛，跟人咩唔定啊，唔讲系先中意打球的，可能。做线术，很可以去做体育老师，没有可能。你对我来讲，也是我该用是读到个亲神气亲，有得会强壮嘅势头。咁下迄能国小有野球队哈？冇，就係睇下向下教。錯，就係即家教。即家教誒。咩冇正經去學過行嘅物嘅都冇。哦，就係即家教。就啲球來就捉起來嘛，跌準起可以跌準來，就係安尼。哦，好教冇球隊。冇。完全就係即家教誒。係。
哦啊，持续研究呢吼。东球王係差唔多咩三年時間左右會開始嘅，就留幾個好朋友，差唔多4、5歲就安尼教。嗰個係其實加樣片沒有老太家講到，就會龍潭無乜嘅適合一條小朋友去個棒球場，不過該有一片草地是槌球場，嗰陣係就都去嗰片打球嘅，有陣時係會本人腳。還有警察會來，因為佢講要去槌球場，要比你們這樣打棒球有點危險，而且旁邊是馬路啦。如果你打界外球，其實球會走到馬路當中，真危險。咁是無上安多，唔會打繼續教啊！結果5、6個朋友教定，當禮拜6禮拜都會有差唔多會20、30向後來教球嘅，當多年紀比我們還大。然後他們就是上禮拜可能騎車經過，你就會看，然後他們可能自己也有玩一點球，就會來跟我們一起玩，跟小朋友一起丟球。係哦。古時大禮拜係做得必須嘅。咁佢一天係冇安尼，更加像唔可按獎嘅。係啊，也係6年前去TPA 做嘅。哦。也未算係我第一擺去拿錢出來去買嘅手套。我細個時有用一個手套，我真嘅唔記得係乜啥送嚟嘅，係乜啥，係新嘅哦。哦，新嘅。我記得係有一個人買本嚟嘅，不過我真嘅唔記得係乜啥。我就見用到我太學都係呢個用。哦。就是手數邊太嘅，不過很早定嘅就見用都。係哦。也差唔多2、3年前。這個去 TPA 做一個下店嘅這個係名嘅。哦，我會講呢啊，到現在你看6年前做，你表示講還可以真嘅過好日嘅。係啊，我都也下，係講有用了就會留一個動 TPA 嘅一個球吹去留幾條向下練球嘅。哦。拜6禮拜會去留幾條向下打球嘅。哦。那個球隊的平均年齡超過40歲吧。對我來講，就懂分去，去嗰邊唔係愛變素養，就是大家懂分去這個打球誒，然後練球，就是很專注在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剛按你一路以來嘅這種成長的過程，有過什麼遺憾嗎？有嗎？跟各位參加冇參加到誒，也算講，你會覺得，因為一般都會覺得童星可能有失去一些兒童時期各有嘅東西。我知道好像還好誒，不過從頭抱起嘅時間我會知道有啲大宋細來嘅讀書嘅時間冇老你熊大，我會知道就是年輕氣盛的男生在國高中就應該會有那些衝突，然後當然不是打得很嚴重，可是你會有這種事情會發生。不過我全都冇，可是我沒有到那種非常叛逆的那種時期，怎麼會遺憾沒有打過架？尤其周演啊，就是你會想要知道，就是那個年輕氣盛的那個衝動。剛剛你周有做過的耶？有啊。哦。就是沒有這個經驗，可是你就要找方法嘛。可是就會覺得，多數的年輕男生應該都有這個經驗，但我就是會覺得稍微有點可惜啊，但是也沒有什麼就是好後悔，也沒有到這樣啊，就會覺得可惜。雖然一般可能會講偶包，某種程度是都係，唔過唔也會提到講哦，有一啲對公眾可能有一個責任義務。嗰種如會要求自家哦，愛顧好自家。也可能咩係一種保護自家嘅方式，就會像我剛剛講讀書嘅時間，可能出去搏去，唔過我還係愛想辦法，然後學校嘅學業處理好些來。考試我應該愛去，韓國愛考超過60分，一定要及格，就是起碼你要做到這些我可以做到的事，這樣唔會本人共發。對我來講，也咩係保護自家嘅一個方式吧。你做研究嘅時有遇到過瓶頸哈？心態嘅瓶頸就是處理自己這件事吧，就是處理自己。你在面對所有的可能困難也好，就是在那些低潮期或者是沒有工作的時候，你要怎麼樣面對這些？我覺得是
比较困难的，比你真的去工作去准备角色还要困难，因为那个起码你会有的会风向，你要用的行，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可是，在那个面对未知的那些以后未知的未来，你是没有那么有方向的。我觉得也较电影强，也较困难。韩国不是讲其实很按后上。我本人感觉，你随时其实要去做配的事情，都还很早。对，当然可能要安尼讲。哦。不过对我来讲，我做配的事情，我做嘛个，从细都好表演，从细就啲个表演，透过好教全都係老表演有关系嘅。啲我要重新开始，很正经。第一次搞去做嘛嘅。因为人也前路去表演啊。猫猫父母爱做配咧，爱有无嘛嘅上去做嘅。係啊。然后用来talk吼。將係無碰迄個時間，要去朋友嘅點度，嘅傳堂，要去聽書，因為愛請中醫老某碩士嘅銀行來共發，然後跟他們介紹，然後幫他們服務。我通常打工都是做這種服務業，因為我很喜歡跟陌生人演員功課。對，我覺得就是會遇到很多不一樣的人，還是懂神奇，而且可能不知覺也會對我有一些幫助。個奇妙。吼，剛剛呢，下一趟呢，如果生活食啲嘢，係可能是整體帶來嘛個對有特別意義嘅料理，好聊一下。改編那個賴和先生的作品嘛，然後有加入一些元素，故說可能對賴和先生和佢所食嘅人會吃到，也最起有同特別嘅意義。先來做客，萬人來了，今日來炒料嘅係吳真鐵，真鐵好多分享到許多同表演啊，吼演員咧生涯有關咧，成敗嘛，一直吃豆腐。啊，也個部分呢，如何會將整體帶來有特別意義嘅料理，真簡單嘅料理，真簡單。哦，剛剛來講小助理木本案嚟，可能生係小助理，嘿，哇，糍粑，從客家糍粑，就算係講嗰種人會講客家糍粑啊，其實。南部冇安尼食，完全冇，客人咩冇？冇，人哋灣西其實冇幾種，因為講嘅也種係咪貴太快嘅？錯。啊，在鐵板上啦，錯，我用剪嘅就是竹塊。阿溫也個花生粉能用得講，我們是反豆腐。我們你講反豆腐就會吞口水。腐哦。腐嘅米糊的腐，那種穀類的粉。穀類磨成粉，我們反而我不知道怎麼講但我們就是花生都講蹄。哦，你會講蹄？我錯過嗬，北部會講蹄條。蹄條筒啊。咁也叫做嘛對唔有蹄皮。因為剛用時講按後生啊，這個我細嘅時節就係開始拍戲之前，我唔係從頭有乜嘅相聲表演啊，鼓手常常有那些婚喪喜慶，會請我去表演拿紅包。鼓手對我來講，印象同成就係去表演之前，我要先去門口見糍粑的時。鼓手北部就係婚喪喜慶，門口都會有。就會同樣那個辦桌嘛。鼓手唔係辦桌嘅時節就一道菜。唔係，佢就喺啲門口，然後大家愛入去地方坐嘅時節，之前會去也做個順風，去東東一件一塊，安尼哦。等像一堆，就是看自己喜不喜歡吃啊。董東啊，還會有一個鐵桶裝茶在旁邊。鼓手董東就遞一片大椎骨啊，貢發。就很像小點心啊，隨時就會過去揀，可能會一抖。抽，這都共都差不多時間都會這樣一抽。啊，鼓手唔愛表演以前，就會顯身。抽，韓國係清好看到就會開始會菜開始要上了。我表演之前，還有櫃台的夢人生，我就會同歡喜，即刻去聽聽呢。哦，係哦。夢人我係講，某個動作太人，這個講法係見這個身咩一種冇買適合。哦，原來人家他嘅技能還有半賺外快哦。哦。紅包，我媽媽就是這樣去。哇，鼓手唔凡是真嘅英國爸爸媽媽會講我會豐盛吼。哦，哇，
而且去喜宴就也是很风光的哦。对啊，赖而且海松特全部人就看你在这上台表演，然后那时候港相声还会打那个简单的主板，然后自己在那边讲，然后就会拿红包很开心啊，还吃一顿饭，还吃到起拔。哎，你的童星生活跟我们一般想象不太一样哈，其实好像蛮快乐哎哈。我觉得是快乐的，因为那些都是我喜欢做的事。爸爸妈妈没某本妈给阿练，某呢，只有不让你从戏曲学院退学而已。对，其他都係快樂嘅。快樂，懂快樂。古說其實也唔係講新人嘅萬世路表演就唔好呢，可能都係算喜好嘅嘢啊。我知道青葱有嘅行戲，介紹新人嚟啲做一個事情嘅時係快樂嘅，我知道就懂好。你冇人病，爸爸媽媽也冇講，如果係唔做一歲，愛繼續做也冇，其實係唔似架上愛嘅。韓國我咩喺老撇嘅小朋友強用啊，強用去學校，強用又去補習班，強用補英文，強用嘅事我沒有做。不過我有其他嘅時間會做啲我親好做嘅事情，親歡喜嘅事情。不過時間管理好咯，這樣你感覺會少玩很多事情啊？也不會。我覺得也不會，因為小朋友玩的事情多半都是在學校底部嘛。那我下課還是跟朋友一起打球啊。然後我們還是一起玩耍，就是常下課。然後，反正我下課不是在校長室，就在訓導處，不然就是在球場，就這樣。哇！結果冇想到一個按普通嘅東西對你嘅意義。懂 TPA 係啊，韓國也哈愛青少啲台北有看到，而且以前婚喪喜慶都有，可是現在較少有嗰種伴奏，鼓手就真係青少看到。是客家詞吧嘅，因為其他人結婚都睇傳壇。係啊，傳壇就冇啊，底部它有一些炸的菜嘛，就唔會特別準備啊。所以下擺睇北埔嘅有啲會做乜嘅菜包啊，有啲點嘅，我看到嗰種一大塊嘅用塑膠推嘅，如果買過去煎嘅，唔過我安尼買過去嘅人拍也少誒，就可能很少人真的有閒情逸致。對啊，而且就是你一家人，你買太大塊，其實也不是很方便。而且會 party， 現在有人 party 會買，會很酷哎。很酷哎。是我會喜歡這個 party， 就是不要什麼披薩、炸雞、奇葩。也可以參考哦。就算太敢買幾多嘅披薩，好像也可以有一個這個。係啊，做點心嘛。嘅發通啊。係啊。咁安尼一路嚟來安尼做起。爸爸媽媽有貼喺講嘛嘅嘛，他們都會應該每出會看吧哈。每出都會看。阿姨呢，我本嘛嘅意見冇貼喺講嘛嘅。係啊。所以我做之前唔會攞嚟客廳，那時做幾多點就安樣。也唔會現順，也唔會。乜嘅都冇。唔會講太多啊，因為對我來講係。係好嘅，每天愛吃到很舒服的一件事。咁有做過乜嘅角色係唔感覺可能係印象真困難，也想講唔感覺講有做特別的挑戰呢？其實我有讀到當到冇強用，唔過印象咩當沉嘅挑戰。像我前幾年破。你其實都係個攝種神選發展，在那個嗰個角色對我嚟講，厲害動演，唔單止年代，還有佢角色嘅性格，還有佢做嘅所有嘅事情，就係厲害動演嘅。也對我嚟講，印象當層面係我破案到去地杯。七家親中意嘅一出，咩係七家親中意？嗰出真件吼，因為也係客家天師嘅，睇下可以前來看。嗰出個貼拍也幾好看，係都係以嘅講故事嘅方式。錯，係其實有一點鬧我覺得他把是吧有點中二啊。對，不過有的因為大多數都是改編那個賴和先生的作品嘛，然後有加入一些元素，故事可能對賴和先生行卡說事嘅人會知道，也出去有懂特別嘅意義，有懂特別嘅方式去處理，也有故事。而家他有特別冇強用嘅做功課嘅方式嚇，就係感覺對
挑战过台的，比如讲像遐摆日据时代的连退路差别过台，这种唔会讲来去做功课。像遐摆因为另外东演嘛，古上爱伫生存法则也出去爱用较无汹涌嘅方式去准备爱去问其他嘅普系嘅朋友，记得对遐较不一样嘅想法，记得平常时很用嘅做功课嘅，爱几摆就电动无用切格嘅方式去准备，爱用便宜嘅方式去准备。因为爱吃到可能会少了很多我应该会就我自己应该会丢的东西，反而从别人那里拿一点东西，各种不一样的东西，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凑起来又是一个可能离我自己吴镇宇更远的一个角色。咁无做戏的时节，像头都有分享一些嘛，吼，讲可能当然难免啊，都迄唔假是无工作的时节，会难免会有一点自我怀疑或什么。唔讲我去，他爸我去朋友嘅店咪去听书，还会有去做嘛嘅嘛。你睇无工作的时节，你会做什么？我觉得比较多的是，就是总是在提醒自己要好好生活这件事吧。不管是不是对演员这个职业是有帮助的，但我觉得好好生活这件事对我自己是最应该要做的，可是也是比较模糊的，就是怎么样叫好好生活，怎么样才是所谓的享受生活，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我要好好的，然后让未来的自己不会后悔做这些，不管是生活中的决定啊，或者是我怎么过日子这样。因为你看海岸后上，所以你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去探索的。错。不过迄最少安尼看一路里来，你迄伊的心态过空间过健康。顺海的人朋友啊，路卡人感觉也懂支持，没迄过支持的，其实感觉还大有可为。希望对我来讲，反正就会顺顺的行，不会遇到很多事情，就顺顺的去面对。总会有路好行嘛，你就走定行。其他在看到整体会给出的表现，希望会用啥做的？演母子做的啦，姐弟啦。母子硬要可以让爱关的，莫用字下跑路的。唔会啦。叫咩多谢整体？神奇像真神奇，燕行来像两兄弟，一只屁，一只手，屁加只，母子细又拄骨，手加只，屁讲平又老屁，有一日就有一摆。夹咩？马嘅。你记得按到你10年前的吧？爱记差，其实有3分钟嘞。唔讲爱该用时爱压上去了，该用时其实他冇马嘅了解。